男兒女趕總統去紅海。路透社話，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坐直升機走人啊！包圍總統府嘅示威者嗨到爆啦，因為經過之前一晚一場歡喜一場空啊嘛。但係82歲嘅獨裁者金鋪真係走啦。أيها المواطنون في هذه الظروف العصيبة。副總統蘇萊曼係喺零時發表電視講話，宣布穆巴拉克下台，權力移交俾軍方。點解咁亂鏟權位嘅總統一日之間態度180度轉變呢？原來尋日中午禱告嗰陣，唔少示威者因為佢唔肯落台，都喺度喊，仲有軍官上埋街。穆巴拉克去到紅海度假勝地沙姆沙伊克，係位於西奈半島嘅南端。嗰度好近佢友好嘅沙地㗎，有分析就話佢係避風頭。